晚上好，我跟你讲哦，现在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吃着泰国餐，然后这里是松爱川哦，然后这个泰国餐厅其实就在一个湖的旁边 ，OK， 应该没有什么人来过吧？之前有来过的，它是另外一个名字，然后现在换了另外一个名字 ，OK， 叫做Nasok，OK， Nasok，我们就把它吃光光了啦。你看那些东西 ，OK， 那些东西都吃光光了，很好吃 ，OK， 很好吃。所以如果你们要来这边找吃嘞，松爱川的朋友呢，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OK。吃饱了，我现在在松爱川这边。然后今天我跟你讲，我遇到马来西亚的一位前辈，然后他唱客家歌很厉害。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张少林啊，唱客家歌，应该是有听过对不对 ？OK， 我跟你们讲，你们哦，如果要听他唱歌的话，你们现在赶快帮我多 share 多 like，OK，share 出去一下，等一下我叫他唱歌给你听，因为我就不会唱客家歌啦。OK。嚟客家言，但係人之後衝客家歌，笑麼呢？笑麼？哦，朋友，而家真係衝一隻乜啊？阿婆咪含菜，真係話一啲啫，咁又衝嘅 ，OK。晚上打錯字沒有關係。你們要聽客家歌嘛？要聽就趕快 like share 一下 ，OK。等下我叫他出場。好。哎，難得的嘞，今天可以看到他，因為平常如果要請他去唱歌表演他很貴的嘞 ，OK。啊，好不好？来，喝点饮料先。啊，真的，很期待哦。你小声呢，我放大声一点点。OK， 啊，哎呦，快点，再多人一点点，很小声的。好，等下我让他出场。等，来了。OK， 我跟你讲。很难，很容易在写啊。那天係英語啊，所以就是張少林哥啦。誒，大家好，我見他咧，今晚一菜家人送嘅菜拿叔啊啲食東西，哇，熱料啊啲咧。以前我哋後手用客家話嚟即係切播啊，近日我用客家言，而家客家言。冇錯。係咯，建議有人歡見到嘢哦，我哋咪才會講下字話咯，唱下字歌啊，係嘛？係冇問題。靚冇？尤其是去泰國餐唱客家歌就熱料啊嗰個。你有唱泰國歌冇？前幾都唱過啦，不過今晚一係唱客家歌。OK， 我跟你講，你們要聽客家歌咧，趕快要幫我多 like 多 share 一下啊！開大聲，我開很大聲了 ，OK， 我不懂啊，你們好，來 ，OK， 那我覺得哦，在張少林他的客家歌裡面啊，最紅的一首啦，我是聽以前到現在都是那個阿婆賣鹹菜，為什麼是阿婆賣鹹菜呢？你講下子。哦，因為當時這個歌詞是這樣寫的，我婆婆不是賣鹹菜的，我婆婆是賣鹹鴨蛋的。講真嘅，有冇講笑？阿婆賣鹹鴨春就創唔到，阿公賣鴨春，阿婆就賣鹹菜。啊，嗱，今晚一咧最拿出要飲酒，一天創條飲酒歌，創咩湯啊？是大家 OK， 好，清唱喎。係最中意飲酒嘅香笑，就算一打泰歌都捱唔叫，原來泰歌飲來好順那曉嗱。對你有益股價即係叫條。你幫我打廣告，搞俾邊個會好驚落咩？你幫我打廣告啊！來拍手，很好聽 ，OK， 很好聽。但係一條歌咪幾個嘅？飲酒歌啦。嗱，飲開酒就係少爺。我今天直播呢，不是鼓吹大家喝酒抽烟的，是不是鼓吹大家？他是要抽烟哦。OK， 你讲了，今天我们就18禁解了他。OK， 解不用解。来，男人不喝酒，却少女朋友。啊，对吧？酒精是有毒，不喝又不舒服。OK， 那这就是行走江湖的。然后你不要给他们看到这样多那个 brand 啊。没有，这是我的第二生命嘛，对不对？你代言咩？啊，你代言咩？我代言什么？你没有代言吗 ？OK， 你们要听张少林唱什么歌？你们可以点一下啦。我最近哦，如果张少林有出唱片，你们要去买一下啦，好不好 ？OK。
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他的，可以问一下啊。OK， 你要调整啊。现在哦，我想聽嘅是阿婆賣鹹菜啊。其實阿婆賣鹹菜喺講乜雞？講一陣嘛。即講阿婆佢買鹹菜呢隻角色咧。啊！有小哥本嚟喺銀涌倉咧，天才與白痴。呢個世界上，即邊係過去。我買格格來，要梯就要車就打呢就也要信咗行要田闊就，香牙就盤我就反薯就呢度阿叔毛咗條格就，要辣就轉呢小腸辣就嗌掉面就行個紅辣就，行要見馬輪辣就，嗱一齊桑，開買熱超來衝啊！超來，太古熱潛生菜，潛生菜，紅花泥滿台，見馬輪爆菜買唔地杯，挑牙冷殘菜，阿媽其實愛要潛屎洋菜，凍古健愛阿婆買鹹。哇，好厉害！来，拍手一下，拍手一下，拍手一下，下来要手，拍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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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完整的这首歌。这刚刚你唱的是完整的，是吧？而且快而准，是我，快很准。你好像 rap 这样嘞。1978年唱到现在，那你不 rap？ 哎，等一下啊，来，各位朋友，你们猜一下哦，少林哥今年几岁 ？Oh my god！ 你们猜一下啦，你们写了哦，写一下 ，OK。因为我相信你们是猜不到的啦 ，OK。我大他一点点罢了。猜，你大我一点点罢了。我大他几个圈，我讲错了。OK， 几个圈？几个圈啊 ？OK， 你们再猜啦。可是那刚刚那首歌哦，怎么有这样多辣椒啊、香蕉啊什么那种？因為廣東歌是有衰仔，有衰仔，乜鬼乜仔乜仔，仲有鹹濕仔哈哈，我不是改啦。哎，那首歌是你自己寫的是嗎？曲是許冠傑，哦，許冠傑，詞是我的。OK， 啊，張少林在馬來西亞應該發了很多張客家專輯，是不是啊？我超過2000多首客家歌，廣東歌有500首，華語歌有20多首。哎，很多人有寫了，28歲、70歲、80歲，都認識。那你們寫80歲的哦，你們自己面壁思過，很接近，很接近。80歲接近，78歲有這樣老咩？你看他樣子，他有這樣老？也接近。93歲的練一練，我媽媽啊，我媽媽93。我媽媽還有誰？75很多。哎，75很接近了。OK， 65 ，OK， 72。哎，很接近，最接近他。哎 ，Jenny Hong 他講28歲啊，我女兒58歲。Jenny Hong 你女兒？不是你 Jenny Hong 講啊，58是我大女兒，我小女兒28。OK， 哎，很準。少林哥，我跟你講，我一般直播都去不到400多人了。今晚他們很給臉哦，真的是，哇，你們真的是哦，很給臉哦，真的哦，真的很給臉。來 ，OK， 70來開鼓了，全部講70多歲了喂。對，我第一眼看張少林呢，我是覺得他像50多歲 ，OK，50多60，到底他幾歲呢？你自己講一下。年紀不是問題，身高不是距離，體重不是壓力，種族也不是問題。OK。你講好像沒有講這樣子啊！你又不是偶像派，你可以跟他講一下的嗎？我屬狗的，猜一下。屬狗的，很難算呐、啊。哪裡難算？我生肖龍 ，OK， 我生肖龍。我是也是會算的啊 ，OK。來，各位朋友，如果今天哦，你們要聽多幾首那個少林歌唱，幫我多 share 多 like 一下。你有 Facebook 嘛？叫人家去 like 一下。我 Facebook 有啊，滿到完了。滿到完，你沒有開 fans page 咩？你去YouTube 找張少林，我們不一樣。那個我戴眼鏡那個相片才是我，因為我的 YouTube 啊有50個冒充張少林，太紅了哦。真的。今天我是遇到一位巨星啊 ，OK， 真的，所以要跟他多學習一下，自己的 YouTube 都沒有什麼人like，哎，還是很多人寫73、79、74，我說啊，我上2個禮拜拍了一個 YouTube 叫2971，馬上第2天就開2獎，多2獎。屁啦，297是那個結婚的是嗎？對，我做 YouTube 的，上去看下，很好笑。我跟我爸爸一起拍的。OK， 所以現在他也是 YouTuber 來的，所以 YouTuber 呢不只是年輕人罷了。OK， 他也是幾年輕以下的年輕人。所以大家去 subscribe 訂閱一下。啊，少林多少歲啊？沒有換名了，張少林，你找張少林2971。OK， 我哋講咗客家話啦。有啲後手聽我哋講客家話吐詞嘅。
你幫我哋 share 咗 like 一次嚇。然之後先講一條歌，咩愛小歌？我哋講一條歌，係一條歌，其中爭黐客家人咧，呢叫字咩歌嚟？喺講以前嘅形容咧，事情要契合嘛，聽係重聲係條錄音啊嘛。棉花嘛4000斤是我一手做出來的。你做出來的，你怎樣做出來？雅歌唱片公司是找到4個女孩子，全部不到10歲那時候，甚至連講話都不大會的，有一個紅兒，是又嫁人了，那個紅兒也是29歲。哎，我問你，他們4000斤是跟着一起在這個時候一起結婚制造新聞的是嗎？不是啦，這樣巧那凱兒已經有身孕了，有6個月了，非結婚不行啦，就帶球結婚嘛。OK，奉子成婚嘛。OK， 現在要去到600多，哎，今天去到1000的話哦，我們再給你們福利了哈。因為很少去到這樣高了哦。很少。來，你多點來那時候找我。不是，你多唱多一首歌好不好？還有什麼成名歌？除開阿婆賣鹹菜，還有馬雞歌，張少年嘅閹歌啊。我這90年代有首歌，這首歌也破了9萬多，我賣9萬多。馬來西亞講啲人多天差，摩多跛又多，路上人也踏腳茶，大家小心，日子來是天差，行得慢一刀卡，遠熱下路巴。哦，路巴。Tapi ini hari lirik lupa。哎，我覺得很厲害了，因為他記得很多歌詞，而且那歌詞都唔容易啊，唔容易，好長啊。這邊試下近長一個字。天差。有啲係喺度貴才啊。睇呢3分天才7分努力啊。係最緊要笑過，又係好好聽嘅。好聽，有支毛毛雞唱一條數錢歌啊，慢歌啊。數錢你講係唔錯咧。做乜雞？你咩 Facebook 看啊？數細你數多少？與自家唔愛啲。去 Facebook 看一下這種數細你。乜嘅意思？數細你？輸清光啊，輸曬咗啊！哦。賭錢啊！哦。數細你啊！數咖料。數咖料 ，OK。其實真的是它很風趣啊！要上1000了沒有？還沒有，現在630多不了。你們再幫我們 push 一下 share 一下，難得今天在這邊遇到他，然後我們可以開股了沒有？開股幾多歲啊？幾多歲？1946年的嘛。1946年到今日幾多歲？同年74，某年73。講真啊，74歲唱歌很要緊到中意啦，講話要緊太神。條藍帽要緊多，面白要亮亮，那邊保養呢？保養呢？開心，沒有壓力，錢多錢少夠用就好，車好車壞能走就好，老婆好壞一個就好。就這樣。他很多金句啊，哎，真的做人哦，就是要像少林哥這樣子啦，就是比較享受生活啦。然後當你看淡一切呢。人就長命一點 ，OK， 然後就可能就比較開朗啊，看起來就不會老咯，真的是不會老。你看很多人不喝酒、不抽煙、不賭錢、不嫖不賭，很年輕就走了的。像我們這種天天喝酒啊，天天喝酒，不要高興的唱歌了，我沒有抽煙啊。一個人上年紀，你喜歡做什麼？喜歡做愛做的東西，你去做。不要去約束自己啊！哎呀，這個不會吃，那個不會吃，這個不能喝，不要放鬆自己啊！明天會更好，今天不知明日事。對，喂，我們上700了，恭喜恭喜啊！上700了我很少去到700的，謝謝你們來去。平常我直播我沒有做什麼特別的東西啊，早點找我。我也沒有一直訪問，在我的 Facebook 訪問藝人，所以難得今天有這樣子的 mood 哦 ，OK， 又遇到他。剛剛我是講有啲愛聽客家歌嘛，愛聽客家歌有啲就講同寫，其實有啲都寫喺後度嘅，人要過咗嚟唱嘛，哎，700嗰啲，700嗰啲啊，要過咗嚟唱嘛。人生要見到就10年，哇，攞嚟標而夢想愛實現。心中的理想有那麼一天，一直在眼前。一生中勤奮努力，平平凡凡的考驗，人生有幾多雜10年？很好聽。
哎，不需要去1000嘛，到1000哦就可以拜拜了，OK。700多个。你除了唱客家歌，还要唱華語歌嘛？係都係邊度唱華語？咩我啲好似我啲現時嘅裝修年，好似唱係唱客家歌嘅，冇聽過佢唱華語歌啊？點解後悔馬啊？嘛，今天晚上我又來到這裡，又和大家歡樂在一起，大家喝酒，歡天遊戲地。然後平安的回家去。哎呦，又是你自己寫的這個歌詞？這是偏有點搞笑的啦。是啦，所以你先是的啊什麼？接下去還有一段啊。講。哎呀，感謝大家那支持我小弟，我的心裡很感激。其實長得沒什麼了不起，唱來唱去就像我3兩句。啊，我的說話有些不客氣，那個長弟聽到氣甲半小時。就到800了，要了，快點衝去那邊！你們要點什麼歌？如果是有張少林的粉絲，我覺得不懂啊，因為我也不懂。你們是有聽過張少林的名字，聽過他有聽過上次有聽張少林，我們不一樣。OK， 有一場我們不一樣嘛？我們不一樣。我唱客家，因為我有客家有我們不一樣。哎，就是我的標題是張少林，我們不一樣。啊，有看到那個戴眼鏡，那個很英俊，那就是我正版張少林。你們去點訂閱，哎，支持我。怎麼他們寫老泥妹啊？你唱過？泥水妹，泥水妹咩老泥妹？老牛食嫩草啊，知道？不敗了，你要上1000再收手是吧？上1000我們再收手可以嗎 ？OK， 給他谷一下咯，難得你在這邊哦。大家去訂閱一下張少林的《我們不一樣》啊，這首歌很激勵的歌手，很激勵的。是你唱一下可以沒有？來 ，OK， 這歌要帶一點那種傷感啊，激勵，要有男人氣概。OK， 從來冇浪費心機，很有記憶的難兄難弟，切切現實才開心。大家冇相爭冇實意，為前途又為先利，無法愛歡各東西。因此中有家夢想，也有家逃離。有日你辛苦天出愛話愛啲，做兄弟想辦法幫助你。愛地道去交流，眼前都係平地。如果有夢想，天下有志氣。聽後來，愛了唔一樣，天人唔同，天邊都來撐起，永遠保護你，永遠愛你。再來一拜啊！愛了唔一樣，命中永遠欠上唔殺的你，永遠不分離，一生愛同你三位弟弟。OK， 來掌聲鼓勵一下。還沒有，還有100多就去到1000了的。說真的啦，這首歌改成客家，可是聽那個歌詞還是很有意思。因為最重要是歌曲要有共鳴啊，所以剛剛這樣聽的時候，我不懂今天有多少個客家人在看我們的直播。可是如果你聽不明白的話，你可以找人翻譯給你聽。因為剛剛那首歌其實就是兄弟義氣這樣子的是嗎？啊，兄弟的，永遠是兄弟啊，是哦 ，OK。遇到高手了，我不能講。來啦，你們繼續share啦，繼續來啦，看到去1000啦，啊，去到1000有什麼福利給人家嗎？我唱很多歌還不鼓勵嗎？其實你們真的很有幸運哈，因為平常呢，我跟你講是要錢才看得到張少林表演，所以大家是YouTube subscribe 我，現在支持我。你知道王明志嗎？整100萬的 subscribe 我才4000多個。你4000多還多過我啊，因為我沒有什麼我沒有什麼經營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啊，要900了，真的要900了啊！哇 ，OK， 因為我今天講了到1000我們就收手，所以我們就再讓少林哥再唱客家歌啦。張姐那條歌泥水妹198也是你的，係啊，泥水妹喺那邊唱嘅，泥水妹咧喺下邊啊，同啲超青人唱嘅啊，因為
谢谢阿爸喺 contract 来嘅工头啊，我妈妈是没有做泥水了所以我很小就听我爸爸有唱一两句，所以我把它改为奶水味比较正统的。以前是鹹濕歌嚟嘅，鹹濕歌喺度，我把它改嗱，對面嘅奶水妹啦，日日啊擔杯來，阿哥吸進阿妹來幫。舊舊嘅木架亦劇換上，熱洗啊來了汗，日了啊毛上乾，濕機重了啊見到五曉狂，奶水妹起好耶！我跟你讲，我们破1000了，谢谢你们。OK， 谢谢大家。OK， 好，破1000了。有收到吗？这样？谢，没有。收到吗？喝酒。OK， 因为打广告这里。OK， 你打了很多广告了，你看。我要抽烟，我要唱演仔歌。仍然講藝也來鏡，反曉熱地人虧碌高前成運錢，是白分無人嘅轉型，驗查熱解條抌條型，是咩雙氣多人啊？睇到上唇講交定啊 ，Kiss 住前高呢口型，馬波羅邊識要用 cam， 六蚊3特5，高邊啲撇到辣嘅人啊，摸要當盡等我逐盡，劉病先爭咗用眼鏡毛錢，最狠講鏡，鳳爺仔姐，好厲害耶 ！OK。谢谢啊，少林哥。OK，1100个 view， 这个是我直播里面最高的了。谢谢你们支持，真的很多 like。OK，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OK， 好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到这边。哎，免费福利哦，我跟你们讲，唱到他很累，你知道吗？很累啦，唱这么多歌。OK， 而家影影啊，什么？你而家直播都係轉啲嚟嘛？啊？你影啊，會 like 到第一啲嘛 ？share 等陣啊。Gary 葉專程啊，你前晚個 Facebook 啊 ，Gary 葉專程。所以你咁多嚟點嚟放上咬嗰啲 Facebook 嘅嘛？做啲啊，share 重啲啦，share 重啲啊。等下再同你講。好了，沒有客家歌聽了。可是要很感謝啦，很感謝少林哥剛剛跟我們分享了他的那些唱歌，因為這是很突如其來的，沒有在安排之內啦。有時候這個就是緣分。然後呢，即興是最好玩的東西來的 ，OK， 哇，上到去1.2K 了咯，少林哥，1.2K 了，最後啦，來，1.2K， 人家就是為了來看你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哎，不是來看我，最後了是吧？最後了，最後一首。要我比見啊，杜起啦後向天啦，記得菜拿熟來切切嘢。大家要服同向，要難同當，前面斜架都要依。就算睇開風波，唔驚一隻嘢捱到起，唔怕青松高山，醫生也冇良機。關公了皮，壯闊的氣格裡，那草子龍也甘少來嘅你，有情忠心不移。耶！來，哎呀，這個是老闆，謝謝老朋友。然後我們有美食家，今天都是很多赫赫有名的人在現場。哇，1.3K 啊！拜託你們，下次我做直播的時候，你們也進來看一下我。雖然我不是張少林啊，可是你們支持一下 Gary 啦。OK， 下次直播你們也都來看哈，好不好？謝謝你們啦。講有點難過，現在 OK 沒有關係啦，我們再見啦，回來啊，好不好 ？OK，再見。